交通部长李明干逼出外口有查甫的外援风波，这相关相片呢，放打伫网络顶头，也出来人讲，这段情已经有10年遐长啊。李明干下晡发出辞职声明，表示过去的行为呢，对太太也个厝内面的人造成真大困扰。行政院也尊重伊肯面对代志的态度，温存伊辞职。交通部长李明干带平面媒体去昆明气象雷达站巡视，听天气相关的监测甲生态研究干部。暗过伫结束了后，网络也存一张相片，点名医护10年婚外情。伊马上更改行程，无照原本行程伫高雄坐高铁上班，了发出省事声明。交通部处长陈彦碧也正做对本的焦点。交部长这件事吗？谢谢。会影响到整个部的运作。我回办公室，谢谢。先请。谢谢。部长有先告知您这件事情了吗？我要回办公室，谢谢。李明干请辞声明表示，个人过去行为造成太太甲亲人真大困扰，社会大众观感无好，表达悔失礼，希望唔通因为个人过去行为影响社会大众对交通部甲行政团队的信心。行政回应，倒行台院长感谢李部长为担任公职以来正拍拼伫交通部长任内，致力改善交通安全，处理控诉控三华人震灾甲开灭洪灾洪灾表现真好，也过尊重伊意愿准时。他很多事务有他的专业，他处理的态度也非常的明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他对公共事务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他不想要影响到他目前一个公务。过去对他的风评跟观察他是蛮不错的一个官员。新政府就职未满100日啊，就折损一个第一大部的交通部长。中兴大学矿工系毕业的李明干到荷兰摕到硕士，水利背景80，捌伫台南市做水利局长、市副秘书长甲代理市长，做交通部长92天闪时，也将做台湾改严了后前期上届交通部长。民间团体烦恼交通部长移动会影响国家重大建设延续性，尤其是高铁延伸计划恐吓个性变。李部长他日前有非常积极推动，就是高铁延伸到高雄车站，再到屏东哈。那这也是他的一个最近的一个重大宣示。联名画下高铁延伸案，希望延长去评估小港机场案，希望执政部长对高铁延伸屏东，不应该用民粹为考虑，爱为台湾高铁运输长久发展专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